可以用这个吗？在你大能荣耀光中，我匍匐在你宝座前，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高举双手敬拜你主。在你大能荣耀光中，我与众天使夫妇深深敬拜你。这是圣洁之地，神在这里，前来献上最深的敬拜。这是圣洁之地，神在这里，神里宝座，在荣耀的敬拜。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高举双手敬拜你主，在你大能荣耀光中，我匍匐在你宝座前，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高举双手敬拜你主，在你大能荣耀光中，我与众天使夫妇，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高举双手敬拜你主，在你大能荣耀光中，我匍匐在你宝座前，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高举双手敬拜你主，在你大能荣耀光中，我与众天使夫妇深深敬拜你。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高举双手敬拜你主，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高举双手敬拜你主，我
全心来敬拜你主，我与众天使夫妇深深敬拜你。请奏乐。全地当耶和华出欢喜的声，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，唱歌来到伊的面前，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，咱是伊创造的，咱也是伊的，咱是伊的百姓，也是伊草场的羊，着用感谢入伊的门，用俄乐入伊的院，着感谢伊，俄乐伊的名，因为耶和华是好。伊的慈爱到永远，伊的信实到万世代。世间情人拢着欠情，天生徛伫面前，无伫歌如世间小事，各项阮替你想思。上帝降临伊的圣殿，咱着敬拜心敬虔。咱做伙来吟圣诗159首。至圣的神，听阮祈祷，愿者做你圣殿，你来为使恩典无限，请来无伫眼前。至圣的神，听阮祈祷，愿者做你圣殿，你来为使恩典无限，请来无伫眼前。求你那为大招显明，阮的罪恶无数。全愿天条救主耶稣，来行写罪活路。求你那为大
人的心，予阮有力加了过去，听人日日那情，求你亲像钱啊飞来，像树日来平安。你生活伫地那天，得着福气无限。求你亲像大风吹来，我顺这稳定，守住天的万国万民。咱两个你结连，一生的心定愿记得，换世界做相等，予你话事稳定无限，请来无伫眼前。咱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白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场比勒多林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倒活，上天，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臂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做赦免，肉体倒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咱做伙来启用，咱来看启用文25篇。启用文25篇。我要举目望山，我的帮助对倒落来，我的帮助是对耶和华来。伊是创造天地，伊无要互你的脚摇踹，保守你的的确无拄面。保守你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伫你的正边做你的阴影，你是太阳无伤你，暝是月也无害你。耶和华要保守你免受一切的灾害，伊要保守你的性命，日出日入，耶和华要保守你。对即时直到永远。阿门。接下咱就来吟圣诗485首。主大恩惠若失落伫我一生，我虽软弱，要变成做强猛，心无惊吓，我靠救主的圣神，为主干净，好胆徛伫真情，着好胆进前，着好胆进前，唱歌大声，着进前，搁陪命，照主的真理用伊做军器，咱着好胆为得胜，着进前。主大恩惠，若是落伫我一生，我虽然弱，将变成做罪孽，心无惊吓，我靠救主的相信，为主干净，好大徛伫真情。着好大真情，着好大真情，唱歌大声，着真情，搁为命，小主的真理，用伊做军器，咱着好大
生着真情，身躯心心甘愿献我救主，点你来临，日拢无看来，时时惊喜来为主做工久久，真正到死我无受败事。着咱真正，着咱真正，唱歌大声，着真正个袂命，这主的真理，让伊做军旗，按着大为着生着真情。心海歹歹，我甘愿你真妒忌，只有全部准汉主真情，为主真理，虽无心也无惊伊，先高临高，将我地变做天。着咱真正，唱歌大声，着真正个袂命，这出的真理，让伊做根基，咱着打为着生着真正。请咱做位额头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愿感谢你，主，你是信实的主，你是永远的石盘。除你以外，阮无别的倚靠；除你以外，阮无别的拯救。恳求主，求阮创造清气的心，互阮的内面有换心正直的心。亲爱的主，阮特别为着即届新冠肺炎的疫情来祈祷，恳求主医治遐受感染的人早日恢复健康，也恳求主保守看顾第一线的防疫甲医护人员，求主保护掠抗，互因袂因为工作的关系受到病毒的攻击。求主赏赐阮得胜的信心甲勇气。因为无任何的事物甲关系会互阮甲你的疼来隔离。伫即个疫情上艰难关键的时刻，恳求主保守阮的心，互阮的目睭越走无看虚假，因为阮的对敌是病毒，毋是彼此。也恳求圣神引带阮，互阮用上诚实、同心合意的态度。来配合中央政府的防疫工作，互即个病毒紧紧得到控制，互所有的人早日脱离即个紧张惊吓的日子。愿每一个人拢得到基督耶稣的疼、医治甲安慰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的名求，阿门。上帝有讲，就是妒忌世间的罪，求你明愿。上帝有讲。就是妒忌世间的罪，求你明愿。
请咱做伙来强守上帝的话。咱先来看新约圣经路加福音24章49节。路加福音24章49节。也我要找我的爸所应允的到伫恁遐，总是恁着踮伫即个城，听候对顶面落来的官员，亲像衫，甲恁穿。接下咱要倒来看旧约圣经耶利米书32章第6节。耶利米书32章第6节。耶利米讲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讲。咱倒来看耶利米书17章22节。17章22节。啊，32。好，17节到22节。主耶和华，你捌用大权能甲伸出来的手创造天地。在你无一项恶即正的事，你施慈爱，互千万人，佮将老爸的罪过报应伫伊的后裔的身上。至大权能的上帝，万军的耶和华是伊的名。你的计谋有大本事。行代志有大权能，注目看世间人一切的行做，照逐人的所行甲因的所做的效果来报应伊。伫埃及地显出新掠奇事，直到今仔日，伫以色列甲别人的中间也是安尼。互你的名来得到名声，亲像今仔日一样。用新掠奇事，甲大权能的手，甲伸出来的手骨，甲大通行的事，带你的百姓以色列出埃及地。22节，将即个老年甲灭的地赏赐因，就是你对因的列祖咒詛，要互因的。讲道。领受圣神所赐的大能力，咱请陈牧师。咱同心来祈祷，万权能的上帝，伫阮纪念圣神降临即种应允神圣的日子，世界的教会拢咧期待圣神搁一摆，伫今仔日做工，亲像2000年前，我们恳求上帝，你的圣神运行伫全世界逐所在，互见若有惊吓的心有平安，见若病痛的得到上帝你的怜悯，失迷丧向的人得到你所赏赐丰盛的活命。亲爱的圣神，请你降临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照着逐人的需要来施行你的怜悯。愿将今仔日的礼拜对头到尾，恭敬交伫你的手，愿你的圣神做工，祈祷我靠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所听兄弟姊妹，愿恁平安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特别是圣神降临节这个圣主日，咱会当亲像2000年前失去主耶稣的学生，因惊吓秘伫因心内密房。伫迄个所在咧吐气，心中有惊吓。对5月初开始，台湾的疫情哪来哪严重，但是愿主耶稣对台湾、对所听兄弟姊妹，愿伊对咱讲：我将我的平安留落互恁。愿咱伫今仔日的圣神降临节，咱搁一摆用笑脸、用脚步、用祈祷，咱伫主的面前恳求主。伊家己的圣神，就是早伫地，今仔日伫地，将来嘛要伫地，就是耶和华咱的上帝，伊的圣神运行伫咱的中间。
愿这个圣神，甲所听兄弟姊妹，恁的家庭三角地带，将伊所享受圣神的大能力来享受互咱。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有2段，拢咧讲起咱的上帝是一个大权能的上帝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无得惊，就听天使讲，我报恁一个大欢喜的好消息。上帝的圣神是带予咱能力的圣神，咱的上帝甲其他的神明无共款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搁一摆告别咱的信仰，咱对天地讲，阮的上帝伸出你的手骨，行奇妙的大事。愿圣神将顶面来所享受的能力，也享受予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。愿咱欢手伫咱的心中，安尼告别咱的信仰讲：我的上帝是一个至大权能的上帝，我的上帝是一个至大全能的上帝。对古早到今仔日到永远，所听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所读的金句，耶和华，你已经将你的大能力显明予你的奴仆。伫天顶，伫地下，有甚物的神会通亲像你，行奇妙的大事，独独只有你大能力的作为。所听兄弟姊妹，愿咱搁一摆告别咱的信仰，也深信圣经中间所应允，伫咱的上帝无一件恶得食的事，得时不得时，行行平安，忧苦欢喜，咱拢伫上帝的面前甲主同行。咱的主耶稣，伊有告我，伊所享受的圣神，今仔日要搁一摆，将圣神的大能力，通过咱的敬拜，通过咱的祈祷，将伊的权能享受予咱。愿咱安尼祈祷，所听兄弟姊妹，伫你的厝人的内底，你嘛通伸出你的双手，咱会通同齐安尼祈祷讲：主啊，至大全能的上帝，我要敬拜你；至大全能的上帝，我要敬拜你。愿你降临伫我的家庭，愿你降临伫这个礼拜堂，愿你降临伫你所听台湾这个国家。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愿纪念圣神怎样起造你的教会，圣神怎样伫2000年前运行伫世道的中间，互死搁活的应允，真做一个活活的信息。亲爱的圣神，求你降临伫阮的中间，用你的大权能拄起新冠肺炎所带来的惊吓，用你所享受的大权能，特别光照阮的内心，互阮今仔所读的圣经会当充满智慧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每一摆咱的少念圣神的事，每一摆咱的纪念五旬节圣神降临的事，咱知这是2000年前教会的起头。若不是圣神自罪会当起造普世的教会，这个日子是有关着能力甲活命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愿你得到一个全然活新的活命，愿这个圣神今仔日甲你三甲地带，直到你一生的路尾。搁我的主耶稣，照着今仔日的圣经路加福音，搁我的主耶稣对伊的门徒应允安尼讲：我要将我的天父上帝所应允的，就是圣神，首次降临伫恁的身上，恁着伫耶路撒冷听候，直到恁领受对顶头来的能力。所听兄弟姊妹，伫祈祷中间听候，伫绝望的中间祈祷。伫特定数的祈祷中间，来领受上帝对顶面来的能力。耶稣所应允予伊的学生，对天灵所享受，这个能力是一个全然的能力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嘛安尼祈祷讲：2000年前享受伫彼得、约翰、雅各，享受伫正世道新上的圣神。愿你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也降临伫阮的中间。互阮无做消防的家规啊，互阮的生命搁一摆得到充满。亲爱圣神，求你怜悯阮，愿你降临伫阮的中间。所听兄弟姊妹，就会记得，咱所领受的，就是对顶面来的圣神，毋是这个世间的神。踮伫咱内面的，比踮伫这个世间的正神明，所有的一切的灵，咱的圣神拢掌管，拢赢过因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来领受
主耶稣所享受属灵的大能力。咱伫主的面前，伸出咱的双手讲：主耶稣，求你照你家己的应允，享受对天人来的能力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能力这个字，伫圣经的中间，伊希腊语叫做 dunamis。这个字本身，伊有一个特别的意思，就是炸药。这个 dunamis 伊翻做英语的时阵，就是一个爆炸性的能力，是一个想象袂到的能力，是一个瞬间相信来临到的时阵，无能力的人要叫做有能力的人。真水的一个字，英语嘛叫做 dynamic。dynamic 的意思就是一个有动力，本地是一个无小无量已经失志的人，伫绝望的房间咧听候，伫迄个中间咧笑念，伊的主已经过身的遐学生，忽然当主耶稣临到，当圣神降临的时阵，因有一个动力、新的能力、新的爆炸性的开力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咱纯粹双手。咱恳求圣神，将这个爆炸性的能力放伫你的内底，用上帝圣神的能力来破除所有的阻挡。伫你的心内，有一块大石头缀伫你的心内，亲像伫迄个梦旁，将耶稣甲世间人甲伊学生过当迄个梦照，愿天父上帝享受的圣神带来这种改变的开力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我靠圣神勇敢向前。用上帝圣神所拄着，破除所有的艰难、失志、绝望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互咱有一个全然换新的能力。咱甲主讲，主你的能力若踮伫我的内面，我靠这个能力，我就凡事拢会。愿天父上帝赏赐咱一个得着透棒的开力，咱的双手要得着圣神甲咱透开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无论咱的习惯。无论咱所拄着情景，缀伫咱的心头，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甲主讲：主，我无爱搁做奴隶，我无爱搁受捆绑的人。主，求你将一个全人性的画面赏赐予我。新冠肺炎最大的伤害就是被困着咱的细胞，人就伫迄个所在失去自由喘气的开力甲能力。愿今仔日个圣神所带予咱的，就是一个新的能力。互咱会当有开阔的生命，咱所领受上帝的灵气，就亲像初代上帝创造人的时阵，将伊的气分入到咱的身上。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甲上帝讨讲：主啊，我要呼吸这个你所享受这个空气，我嘛要呼吸你所享受我属灵的活气。求天父上帝帮助我，互咱伫今仔日个礼拜。咱安静咱的心来听圣神对咱所讲的话，愿咱用敬虔的心，咱做伙宣读今仔日圣经的话语的时，咱就得到启示。上帝对天人来所享受天顶的事，要赢过咱伫人生中间所多无地上的事。愿这个圣神对天人来享受咱能力、智慧甲感动。搁一摆，咱伫祈祷中间，咱甲上帝讨讲，赏赐我能力、智慧甲感动。圣神要引带咱行人生的路，圣神要赏赐咱权能赢过侪引诱试探。圣神要赏赐咱有智慧，通辨明伫引诱中间稳重的遐个阻挡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所听兄弟，愿上帝将伊家己的能力甲奥妙赏赐伫你的人生。咱同齐做一个快乐的基督徒，咱同齐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，咱同齐见证，当圣神踮伫我的内面，我的生命要全然换新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搁一摆，咱抬头看天的时，咱学落伊讲：哈利路亚！耶和华阮的上帝，你是全能至大的上帝，对古早到今仔日，到将来永永远远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搁一摆告别咱的信仰。咱知影，上帝所赏赐的国度就是能力。拄则我有解说新约中间咧讲起这个能力，拄了买这个字英语翻做 dynamic， 还是讲翻做一个拄了dynamic 哦，这个炸药这个字。
愿咱真正会当伫咱的人生的中间，咱来领受上帝对天灵所赏赐咱的能力，就亲像保罗讲：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。我靠迄个赏赐咱快乐的上帝，我靠迄个赏赐咱快乐的圣神，咱凡事拢为。这个意思就是，我有能力通赢过引诱，我有能力通赢过我的情绪，我有能力通赢过做捆绑我的习惯，我有能力通过一个自由的人，我有能力通做一个上帝所创造以光明的家子，会当甲袂当。基督徒有真侪新的改变，我袂当是因为我无爱，我会当是因为圣神伫我的内底。互我真做一个受讨棒自由的人，所听兄弟姊妹，今仔日的圣经到底会通带互咱什么种福音的信息？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重新来想这个应允，就是能力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好胆、勇敢、积极地祷讲：主啊，我无爱做一个失志的基督徒，我无爱做一个软弱的基督徒。既然你是全能的上帝。愿你怜悯帮助我，将信仰的能力，互我对今仔日开始享受这个信仰的能力，互我对今仔日开始享受这个信仰的生活，互我真正能担着福音的甘甜。所以，一个骄傲的基督徒讲：我伫黑暗的世代，主怜悯我，将伊的大权能赏赐予我。圣经中间所讲的这个能力，拄了买，这个字会当翻译做爆炸性的能力。愿咱共同伫今仔日的礼拜时，当咱跪倒祈祷，主赏赐你快乐，互你真侪得胜，享受上帝权能的基督徒。请会记得耶稣的应允，伊讲：我要将天父上帝，我的天父所应允互我的，放伫恁的心上，就听候。听候这个意思就是安静祈祷。当咱还未得到的时阵，迫切祈祷，大声祈祷。大大的张口，当咱开嘴来领受，伸出双手来领受的时阵，上帝伊就迄个瞬间神圣的时刻进入咱的生命的内底。愿咱伫伊面前，咱甲主祷讲：主耶稣，求你怜悯我，赏赐我，特别伫圣神降临这时，属灵的快乐，互我今仔日活伫这个世间，是我靠你圣神的大权能，主帮助我。也这你会记得吗？圣经腓立比书第4章13节，保罗安尼讲：我靠迄个加添我快乐的，伫这个所在所咧讲的快乐，就是拄则咱所讲迄个拄了买，但是伊头前佫加一个前置词，就是 and。迄个 and 的意思伫英语翻做 in， 伊的意思就是伫能力的内底。咱要进入一个礼拜堂，咱要进入一个上帝充满的所在，咱要进入上帝伊的权能的国度。进入迄个能力，是基督徒伫信仰中间的祈祷。愿天父上帝所赏赐咱，保罗所讲的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，我靠迄个赏赐我快乐的。伊的意思就是，对今仔日我的生命要带有能力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祝福兄弟姊妹。愿咱真做一个互上帝欢喜、见证圣神的基督徒，互咱带着能力伫咱的人生中间。今仔日咱所读的耶利米书，应该是对17节到22节。32章第17节讲：耶和华，你伸出你权能的圣手，伫你无恶得食的事。这句话是咱常常伫讨开的中间，拢咧甲上帝讲：主啊，你若肯，主啊，你若肯，无一项无可能。耶稣身边有偌尼侪人来追求耶稣的时，因拢相款甲耶稣讲：主啊，你若肯，无恶得食的事。兄弟姊妹，上帝无偏袒任何人。你若相信，你若祈祷，咱就要共同见证，这个上帝无恶得食的事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同齐伸出咱的双手，咱学了咱的上帝讲：至大全能的上帝，万军的耶和华，耶和华是你的性命，耶和华是你的性命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嘛伫咱的信仰中间，过一摆告别咱家己的信仰，咱甲天顶的上帝讲：耶和华是你的性命。耶和华这个名意思就是自由、
拥有，无起头，无线尾，这个就是伊的名，伊的属性，就是创造天地对起头到今仔日到将来。原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搁一摆告别咱的信仰。我真爱19节，19节汉文的圣经讲，他行事有大略，谋事有大能，大略大能。汉迄个白话字的圣经，台湾话的圣经，白话字的圣经，安尼翻译讲，你的计划有大本事，你行代志有大权能。所听的姊妹，咱的上帝若是一个至大权能的上帝，咱做伊的学生，咱做伊的百姓，咱做伊所交托的奴仆，咱必然有上帝所为咱备办能力甲策略。咱毋是亲像空手咧拍拳拍空气，咱应该是一个代表上帝参与伊的工作，活伫这个世间人见证上帝伊的权能、伊的策略智慧。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花手伫咱的生命，咱为一个十字架时，咱甲上帝讨讲，主你将智慧、策略、能力加添伫我，加添伫我的囡仔，互阮成做一个有策略、有智慧、有能力的家庭。所听的姊妹，伫咱祈祷时，咱就要亲像以色列人，当因伫艰难、伫埃及、伫旷野，甚至到伫约旦河边，上帝手无离开因，上帝带因进入应允的迦南地。所以伫迄个所在，因世世代代拢咧纪念上帝伫旷野所行的新约基础。所以犹太人讲，直到今仔日，耶和华你是阮的上帝。所听的姊妹，对你初信到今仔日，你感受到这个上帝从来无离开你嘛？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的上帝讲，对古早到今仔日到将来，我深深相信，听我的阿爸天父，你的确无放杀我。愿你带阮脱离迄个受捆绑，愿你用你的圣手抛开捆绑阮的铁链，互阮的心自由，互阮的心开阔，互阮有自由的灵，带阮行义的路。愿天父上帝帮助阮，因为你是至大全能的上帝，对我认捌你，直到将来永永远远，除了你以外，我无别的上帝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活靠伊。所听的姊妹，毋免惊艰难的事，就相信。愈艰难的事，咱要看见愈奇妙上帝美丽的作为。咱来养成一种的态度，就是毋惊艰难。咱甲上帝讲，愈艰难愈好，因为毋是我来成就这个事。教咱的囡仔毋通惊困难，教咱的囡仔勇敢向前行。因为伫咱的人生中间，我靠咱家己，咱无能力，但是若我靠迄个引带咱的上帝，毋通惊困难，勇敢向前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伊的心内底，伫圣神的帮助中间，咱看见圣神的能力。所以今仔日第二个，我要甲咱做分享思考的，就是圣神的工作。所听的姊妹，咱逐年拢咧过圣神降临节。咱嘛常常较无圣神的工作，你感觉圣神的工作是甚么？有人讲就是医病赶鬼，有人就是圣神充满，有人讲的真侪迄个圣灵的充满。但是你感觉圣神的工作是甚么？原来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定心来思考，因为圣神的工作是有关着上帝的作为。起头上帝创造天甲地，圣神最大的权能就是彰显上帝家己的能力。圣神最大的权能，就是互人的目睭、肉体的目睭看袂到上帝迄个荣耀的时，圣神用伊的权能，互咱看见上帝奇妙的作为。所以保罗讲，上帝佫不在伫临遮，乃是在伫权能。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知影讲，伫肉体气的人，伫即个目睭、肉体的气躯的中间，咱真困难了解上帝全能的奥妙。第二，圣神的工作就是帮助咱认捌，耶稣毋是普通人，耶稣嘛毋是干那一个先知，耶稣嘛毋是干那一个智慧的老师，耶稣就是基督，伊要拯救咱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圣神甲上帝做伙创造，
伫亚当的心上分入活开。对起头，这个圣神就是创造的上帝。后来圣神甲耶稣同工，后来耶稣上天了后，圣神接线，就是起造上帝伊的教会。这个圣神的故事，耶稣所带来福音，上帝国天国的信息。圣神就是上帝国度的创造者。原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伊三甲伫地。但是今仔日上重要，我要甲咱做伙认捌的，就这个圣神对咱个人的关系。圣神对咱来讲，上具体的关系，毋是创造世界，毋是安那创造教会那点，伫咱个人单独的需要顶悬，这个是上重要。因为圣神甲你的人生、甲我的人生有关系。上帝的神帮助咱的生命换新，悔改认罪。所以讲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出声祈祷讲：亲爱圣神，恳求你降临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毋通袂记你即个祈祷，毋通点点无回应圣神。原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的神讲：亲爱圣神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我邀请你进入我的生命中。亲爱圣神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邀请你进入我的生命中。也即个祈祷要改变你，即个祈祷带来6项事。时间无用，阮牧师真长，所以牧师有将即个文字的稿放伫咱教会内的族群，你会通搁安静，搁重新想过几项代志。圣神对你的工作，对你的生命最大的改变，就是互你的生命水，互咱的生命健康，互咱的生命活出上帝的本性。圣神就是生命的供应者，所以耶稣讲要有圣神的活水泉伫你的身，对你的腹内。圣神就是一个生命的供应者。第二，圣神就是保惠师。保惠师的原文的意思就是甲你讲话。当你遇到困难、你想无的时，有一个咨商者，有一个顾问，伊就会甲你讲，互你有真侪建议。这就是咱所谓讲，伫我的心内有一个第六感。这嘛是有的人讲，伫我的心内有一个良心。当我做毋对代志的时，我的心内插一个。迄就是圣神对你的讲话讲，我所听的今日小心，毋通踏出这个危险的脚步。圣神就是一个领航者。当咱毋知影头前十字路口何去何从的时，就亲像卫星导航 GPS。圣神就对天顶将上帝伊的引带，为着伊的名带咱行去的路。圣神就是一个领航者。搁较戆的人，若倾听圣神的声，伊就要成做一个会晓得选择正确道路的人。第四，圣神就是一个保护者。咱咧讲属属灵的军装，其实应该讲就是圣神的帮助。属灵的军装是象征性咧讲起一个军人，伊怎样来装备伊家己，保护伊家己。但是最大的保护者就是上帝的圣神。咱出咱入，任何引诱试探，伫圣神的内底，咱要有全然的平安。第五，圣神就是一个加天开力的。保罗讲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，伊就是一个增能者，就是将开力对体力放伫咱的生命中间。基督徒相信基督是因为咱相信上帝要加对咱的帮助。圣神就是安尼，圣神本身就是一个亲像耶稣羊羔的宝血，所以圣经讲，咱要带耶稣基督的记号。圣经嘛讲，恁要带有圣神的记号。所听的姊妹，咱通象征性，伫咱祈祷了后，伫咱家己的头壳遐顶悬，也是讲你咧为你的囡仔做祝福的祈祷，你嘛通伫你的囡仔头壳顶悬，甲伊放个十字架。这毋是一个真好笑的动作，这是一个真神圣的态度。当咱安尼做的时阵，主耶稣基督的记号、圣神的记号，就点伫咱的家庭，点伫咱的教会。所听的姊妹，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伸出咱的双手，咱甲上帝圣神讲：亲爱的圣神，请你降临伫我的家庭；亲爱的圣神，请你进入我的生命中，愿恁平安。咱同心来祈祷。
亲爱的圣神，恳求你临兵帮掌管。虽然阮讲平安平安，但是有时外面的环境互阮所拄到冲击甲改变何等的大。今仔日伫礼拜中间看到空空的礼拜堂，这就是阮伫肉体的人伫这个世间的环境中间，有时阮无法度通避免。但是阮知影，虽然礼拜堂只有剩这几个侍奉的同工，但是伫你的圣神的作为内底，阮伫逐所在兄弟姊妹，阮同心通过你所祝福的这个网络的敬拜。我要感谢阿多你，恳求天父上帝你，互讲的听的，阮所听兄弟姊妹，将你的平安放伫因的家庭中。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，阿门。这是咱要来行平安礼。所听兄弟姊妹，咱虽然无斗阵，但是我要邀请咱做伙来为着台湾行这个平安礼。咱要超越这个时空间的束缚，咱做伙伸出咱的双手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你通伸出你的双手，轻轻放伫你的大腿，放伫你的骹。当咱伸出双手的时，咱做伙安尼祈祷讲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将我心内惊吓，我将我心中的惊吓，我放伫我的手，主我将我的惊吓看路，放伫你的面前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求你将我的惊吓对我的手中甲我的心内摕掉。所听的姊妹，你通安尼祈祷。我将我心中的惊吓，我将我心中的看路，主我全然交伫你的手中。所听的姊妹，咱嘛通伸出双手，咱甲上帝讨。主，当我伸出双手的时，愿你的平安降临伫我的中间。主，当我伸出双手的时，愿你所赏赐圣神对天降临的能力，通过今仔日牧师对圣经的解说鼓励，愿你的圣神即时降临伫我的生命中间。亲爱的圣神，请你来！亲爱的圣神，请你来！主，我感谢阿罗你，我深知你已经踮伫我的家庭的内底。所听的姊妹，我嘛要鼓励咱，恁会当亲着牧师，将你的双手变过来，咱要来祝福你的家庭。当咱伸出双手的时，咱用祝福来祈祷。主，愿你祝福我的家庭，伫我的厝内要有平安。主耶稣，你是圣羊羔。愿你将你的保护吸引伫我的厝内，互所有的攻击，无论是新冠肺炎的病菌，以及这个世间所有一切属灵的攻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我斥责伊离开，无伫进入上帝你所祝福我的家庭的内底。主，我奉你的圣名来祝福阮的家庭，所有的大大小小，拢要领受上帝你所赏赐阮的平安。所听的姊妹，咱嘛为着台湾举起双手，咱为着台湾举起双手，因为在咱的厝边有人因有惊吓感染，咱为着咱的厝边来祝福，因为咱的厝边有真侪人也未认捌咱的主耶稣。所听的姊妹，咱举起双手来祝福台湾，恳求天父上帝祝福台湾，互伊真侪上帝所赏赐地上的爱典乐行。主，阮奉你的圣名来祝福
阮的乡土、阮的国家，甚至远远伫世界逐个角落，阮的乡亲，愿你的平安，甲阮三个伫地。主耶稣，愿你的圣神固守这个国家，互这个国家会通伫你真理中间来成就一个世间所羡慕的一个国家。主求你兴起你的圣神，起造教会，互你的教会真侪稳定的记号。主耶稣，伫这个时刻，我用你的性命，将阮的国家交伫你的手中。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得成，因为国权力荣光拢属伫你所有，到代代无尽。阿门。所听的弟兄姊妹，咱用祈祷的心来吟这条诗歌。耶稣听你。耶稣听你，主耶稣听你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耶稣听你，伫你的一生中，伫你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你，要救咱脱离黑暗的关系，求你脱离黑暗关系，带你进入光明的国度，进入光明国度。哦，耶稣听你，伊会救你，耶稣永远听你。阿门。所听的弟兄姊妹，耶稣听你。即摆我来报告，本周的聚会拜三祈祷会8点，伫礼拜堂家庭礼拜暂停，青少市暂停，查经班咱拜了7点半，咱有缘要用线上的查经班，请大家踊跃来参与。圣港后西后礼拜诗会，请陈灵宏长老。敬拜赞美，咱防疫的期间拢暂停。抒琴要请陈慧安。新眼讲读经表，请咱照这个顺序，逐工来读圣经。集体交通，本主日是圣神的降临节，愿圣神倒一处赐落满满的恩典，互大家来响应对顶头来的大权能。第二，疫情的期间，愿上帝保守大家，倚靠圣神的保守，毋免过度的惊吓，做好自我的保护。外出的时会记得戴喙掩，要入门的时会记得洗手来喷酒精。尽量这个期间尽量避免外出，互疫情早日来得到控制。第三，牧师有提供线上的查经，愿意参加的人请下载这个微软的 Teams 的软体，加入这堂教会查经的群组。若有问题，会当牧师还是医生来咨询。请咱为生日的佩玲甲春娇来祝福祈祷。大多的事项。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期来祈祷。第二，请咱为新生欠安、陈素、张晨、詹清俊、钟元、詹达、詹天比、吴彩云、洪玉基、庄仁志、刘克龙长老、洪在经、洪江寿莲、王俊新来祈祷。
第三，请咱为咱教会青少年的身心灵，甲咱的课业来祈祷。升高中的乔恩、千亿、维中、维泽；升大学以龙、以乐。第四，请为适婚的青年的婚姻来代祷。第五，请为咱的姊妹教会、韩国福林教会、日日教会、甲德科东亚教会来祈祷。请咱做伙来吟上吟圣诗513首。愿主赐福保护你，愿上帝因公遍照你，也用慈悲款待你。愿耶和华常常看顾你，赏赐你平安。因时刷请，真无事祝祷。愿主赐福保护你。愿上帝阳光遍照你，也用慈悲款待你。愿耶和华常常看顾你，享受你平安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听堂、圣神的感动相同扶持，甲恁众人三个伫地，对即时到永远无尽。阿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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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列岛，愿主的平安，甲恁三个伫地。阿门。